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全长有38.8公里安长的苏花公路改善工程，现正有拖到现时系按算108年代会做好。现正按算做好的，才会加轨道落来。花莲县政府路按算27亿元，屯193套北片2到8公里亚界，对本单的2线套批发做20米。安尼两摆呢，去花莲了的人。茶海市的对台九线赤脚外达到193套，一路向南路多的七星潭风景区，交通不过里片也带动地方发展。一个批发的范围主要加提新上向。不过花莲地区的 NGO 团体同学者专家也有目前的看法，因为透露批发的不单止无法突击的交通问题，发展经济，新上向等都会付出很高大的环境成本。都带屯193套批发来拓宽来，对地方方会有好处，还是会有唔好的影响呢？来看下嘅报道。新上乡伫花莲县北部，系经过苏花公路顺延花莲市天草尾经过的乡镇。早伫1875年，福建陆路提督龙泰村带兵去开苏澳，跳到花莲路家下，也特别就会爱去花莲的地基上，故所按到新上。新城乡有很漂亮的风景区，有七星潭风景区。外乡镇人或是大陆客来到我们新城乡的时候，必定会到我们的七星潭来参观。也到尾就是七星潭风景区，有20公里安长的数字密型海湾，是新上乡一等有名的景点，涵洞有好发展。从北京来的，然后就是因为时间比较短，然后大概只有3、4天，所以就想在花莲这个地方度假。然后看到好多人推荐说风景很美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七星潭一直以来都是大家同好去的观光景点。韩国对97年政府开放太多人客来台湾观光过后，韩国是中国太多人客天作爱去老了的所在。照花莲县政府观光人数的统计。101年，七星潭风景区为157万人次，也就是讲，一年大概有4300人去到嘅行了。人讲人脚大油皮，当真有啲菜地创造出实质的经济效益无呢？现有的道路现况跟就是游览车的停车位的现况来看，大家下车的位置它是没有可以摆摊，而且附近也是没有店家的。对，在向日广场那里是没有店家的，所以就是人潮很多，就是一直没有钱潮。味道是指带通七星潭的观光产业，同时参前已经抒发过108年代通查过后，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产业同意来到呀。花莲政府计划由193套去6点到8公里亚界，对本地的2线套比到20公尺安排。安尼去观光的产业会对台九线直接入去193套，直接向南去到七星潭风景区。安尼观光效益会更加大，有解决的交通的问题。故所规个批法案对县政府、县议员都乡镇做。唔单将当初起来来推通，还希望加开到北偏西。因为这条道路的扩宽，不止在地人的一个希望，观光客未来到这个地方，对于他的诉求也好，对在地的一个民生诉求、商业需求以及观光需求啊，尤其七星潭风景特定区，它是我们花莲县的县级公园，紧邻我们太鲁阁国家公园，而这两个腹地的一个面积并不都是很大哦，而且它的旅游客量非常的大。所以为朝这条道路有急迫性的一个需要，未来还希望说继续将这个193线一直拓宽到清水断崖，因为这条线是我们以后苏花地通了以后，直接从清水断崖就可以从七星潭，然后193就直接到清水断崖，就离开花莲，是一个打通我们花莲县的任督二脉的一条主要的线路。不过有的菜天儿业者同人客知道安尼做冇天错为好。那就变成说造成机场这边更塞啊，这边已经够塞了。如果你今天停车场不盖多一点，那你游览车进来了，
结果没地方停，然后停在路边，然后大家就一样，就一直卡，最后又会越塞越多。就是台湾的特色在于它的那种原始的那种风貌还保留着。如果说太多的大巴车过来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太好，而且人挤人也不太好。如果说再把路稍微拓宽一点点，但是在保留现有的风景的情况下是 OK 的。我一直觉得说，来这边的游客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族群是开游览车的族群，坐游览车的族群来，还有很多自由行的观光，他们的玩法都不一样。那我们的设计好像都是在满足这些大客车的游客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对当地居民并没有很大的注意，因为陆客开放以来那么多年了，我们都知道当地居民好像都没有受惠的方式。顺帝193年後建設，可能過去伊那嘢就長悠悠嘅，也特別係蘇南連嘅嘢保安林形成嘅綠色綠土，行業總嘅行，天線對空嘅便宜下定，慢，搖尾位時卡慢啊，太路空，黃橋位、花橋位行上行下，看起來蠻幾輕鬆。同樣係落去花蓮市，行啲193年後，同啲台九線行。產喺高上高下，鬧嘢漸漸嘅嘢現象，都冇同樣。故作採地團體就建議縣政府，勞動比法產喺市嘅度較較來比，應當為限價底後下193年後歸入為嘢點錢吃菜，就各個素材做出冇同樣嘅發展。因為193現在它本身就是一條尤其是0K 到4K 的這一段路，它其實是非常的清幽。那它其實真的是適合人用，不管是用步行的，甚至用腳踏車的方式來到這個地方。那它隨時隨地都可以穿越保安林，進入到海邊去。那所以它可以享受的，其實就是觀光所帶來的所謂的安寧、那個慢的這個部分。那你開更多的馬路，多半使得車流越來越快，這樣子。那車流大的情況下，然後如果這個停車場本身的空間又腹地有限的話，其實你最後的結果是大家慢慢的開車經過，看完這個美景就離開了，你連停下來的機會都沒有。縣政府認為，批發的工廠停錯嘅做，限高建強調，主要目的係為到交通安全。在193線的拓寬上，當然我們第一個目的是為了交通的安全，還有行車的安全。那我剛剛有提到說，因為它路幅小，而且它彎彎曲曲的，那所以這是我們第一個目的。那第二個目的當然就是配合蘇花改的通車。做這個計劃之前，我們也做了一個可行性評估的分析啦。那也有做了一個初步的調查跟分析，針對這個車流的部分。所以它預估它可能會成長幾成嗎？有這樣做這樣的預估嗎？這個部分我們當初在評估裡面都有相關的資料啦。對，那詳細的數字可能要再看一下我們那個評估報告裡面內容。是。唔過對安順南北會有幾多位差異，冇做環境評估應用嘅詳細嘅規劃都冇清楚說明。故所公民團體就爭議有必要批發嗎？其實我們並沒有辦法去想象說路拓寬之後，那當然我們相信啦，就是伴隨着人潮，那觀光的產值當然會更高，但是只是說我們到時候相對應所支付的成本，我們是不是有辦法去負荷？對，那所以在交通的部分，其實我們有更多其他可以解決的方法。那拓寬，似乎變成了公部門他們所能夠想到唯一的解決的方法。對縣政府認為規範，公民團體未提出的改善呢度交通。韓國相對來講，對調整路線也較好嘅辦法，也就係改對台九線跳到由四線頭為民謠街，直接跳到慈城潭風景區，再過經過高架橋，對花溪路入去花蓮市。唔單止踩唔可以自己抽空條路，研究嘅機密也維持得到係啲品質。限卡保留嘅係193年後人到4公里亞界，愛防風固曬搶色龍頭，來降低環境嘅成本。其實我們現在整個路線的規劃哈，那最中間很重要的一段就是有關於那個公墓的部分。那個公墓的部分，我們現在就是規劃一個外環道。那但是因為公墓它的外環道的部分，整個外環道過去之後，大概剩下銜接到0K，就是大概距離剩下2-3公里啦。那後面過了公墓之後，
就是在衔接到青潭风景区，大概也是2、3公里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在整个计划里面，我们就是依据以前旧的公路局的这个拓宽的规划，那整个一次把它拓宽对，那对整个路线的调整的部分，以最安全来做一个考量。对民众的建议，花莲县政府还是无爱无在，同时咪讲，规个计划交通部黑天就黑天呢，还更强调安全是真正要考虑的。8月3日，七潭水源伫草坪后忘记留了个竞赛比。琵琶湖的天气3号，闹闹热热的开始，花开到闹，各种色都有，看到人无足为禁。人客轻松的伫木马房树荫下骑士浪茶，一大杯是推动师盼各种活动重要的场所山下公园。时节到为秋天，东北季风就会直接干入推动时期。头摆比到的防火每本山的金币，推动师中华大桥附近的种的贵太偏的木马房，研究讲起布山下。下后政府比到的开发队讲讲，可以山下铺头韩国人工夫，老木马房倒退的。无封闭带动，比南海海桥东北季风就行开哩。本单封闭上问题就动力可以沙上推动师。比到讲讲付出一年比一年，风沙喊卡他也推价。防风林它要让这个东北季风定下来，让它风势减弱，让烟雾下降，好对内陆的生态当然就会发挥保护的效果。所以它要选那种耐风耐盐的树种，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够当防风林的。那它如果退缩的话，它就这风沙也容易被吹起来。因为没有森林的庇护的话，风速很高、很干燥，那风沙就很容易弥漫，所以那个微细颗粒就容易往内陆带，对整个空气品质的危害就很大。公民团体受骗呢，就是环境成本，大家要面对的气候挑战更来更严格，海岸线研究经验的情形更来更厉害。为限忙带动经济，就老环境做咩题目？其实整个七星潭这一整段的地方啊，就是像有防风林啊，它自然就可以保障到里面的公路这样子。可是其实我们这几年可以看到，就是台湾的台风越来越大，像现在我们这个木栈道的部分，就是今年苏迪勒把它打坏的。那也在七星潭，就是我们一般大家有印象，那七星潭有公园的地方啊，其实那个浪会整个打到公园，打到马路，甚至打到那个空军的围墙。所以这是我建议花莲县政府在开阔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整个20米的扩宽案尽量往西侧移，就是能够征收到民有的这个期款、民有地的期款，不要去碰触到黄风林地哦，让黄风林的原始森林能够继续存在，维护地方的安全。就是这个现在的路本来是窄窄的，所以它西侧的这个林带呢，就是居民留下来这些树木呢，跟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一体的。那我们把它拓宽以后呢，这个西侧的这个树林带呢就没有办法跟它结合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路的那个通风效应越强的时候，对这个防风林的效益就会相对变少。所以这个拓宽本身就是增加了一个风廊，风廊就是说风很容易在这里通过，然后这个地方就容易日照下来，蒸发很快，干燥。在变干燥以后，对整个林带的影响还是会发生的。台湾今年3月内通过海岸管理法，第1条就会维护资源系统，确保资源海岸无损失，因应气候变迁，防止海岸灾害同环境破坏，保护同富裕海岸资源，来推动海岸整合管理，含个促进海岸地区长长久久的发展。嘅安尼，就伫太平洋同海岸保安山下顺风嘅1930年头比法计划，为同一嘅管理法嘅目标全部共仰望。我们其实已经相对整个国家花了很多预算在做海岸线的保护，
或者是叫做海岸工程、海岸内陆人民他们居住或者是生活品质或生活财产的保护的工作。那你今天又要再把马路给拓宽，其实然后你要可能花更多的钱来做保护这个马路，不要被因为这些砂石而有一些影响。所以其实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本末倒置的。我认为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一个问题啦。确实啊，你改善道路、拓宽道路的话，对于既有的这样的一个地景的维持，当然会有一部分的影响。但是因为我们基于的是一个交通的安全为优先啦，我们193线它是委托交通部公路总局，那以前省交通处在代为管养，那他们以前曾经就有做过一个30米拓宽的计划，那也做过了环境影响的评估。那事实上，我们这次拓宽为20米，是降低了开发的规模。对县政府来讲，批发工厂好处较大过马街；对议员、乡镇总来讲，行较高优嘅蒙地地方爱要发展。不过正经就是路开到哪就发展到哪去。有好早讲，路喺開到太麻條，踩係受傷嘅就個，較唔會停下來。嘅對地方那有乜嘅好處呢？老花蓮滨海公路台10米線嘅比法，就係一個顯明嘅例子。以前這邊路還沒有開，以前這邊都是村子嗎？對啊，因為這個村莊被截2半啦，就一邊本來就比較集中一點，啊路開了之後就變成2半。這樣子有比較好嗎？就是說地方上會比較，就是人家說開路地方會比較有發展。你覺得開了路以後地方有比較繁榮嗎？差不多。怎麼說？其實人口也沒有變比較多啊，車子流量也差不多。車子流量也差不多。有啊，陸客來的時候有車子流量有比較多。那對你們的生意有幫忙嗎？沒差。所以路開通對你們生意沒什麼影響嗎？沒有，車子比較多啦，會噪音會比較多而已。台11線拓寬，它穿過很多的社區跟部落，但這些穿過的社區跟部落，沒有一個地方是因為這一條路因此現在發展起來的。最明顯的例子是那個水蓮部落啊，它村莊整個中間被穿過去。當初11在拓寬的時候，剛好就是沿着社區的中間。那也因此，因為這條的拓寬之後，把社區分隔了2邊了。那對社區居民的凝聚力其實是有大大的降低了。那也導致說，在水蓮社區這裡來講的話，人口其實現在外移是越來越嚴重。台路後踩夫婦館4點高，太陽風吊頂寄託嘅橋照，冇看到半年粉雕樣。入到水蓮部落、行卡塘路，連隻橋嘅咩位都看唔到。行卡唔是講不用迎合地下斷腳。海風見吹，海水夾把過來，夾把過去。今年東路線內啲嘅大水庫，迎合每地下潛到吃到動資源、動從快嘅蔬菜。一大尾係花蓮嘅北邊街，東南氣象10年前沙期幾米，每次讀到老路比發嘅噩夢。同樣蒙地路開開發啦，為帶動地方嘅繁榮。冇想到道路嘢係一台又一台嘅沙叉。像花蓮市北濱街，它先前是砂石車、大型車經過的道路，居民的生活品質非常的惡劣，所以那個地方毫無發展可言。那後來呢，大家想了一個辦法，把大型車引導到別的地方去之後，然後把車子的速度限制在時速40公里以下。然後現在的北濱街居民的生活品質也改善了，然後整個民宿統統起來了，那邊變成現在一個花蓮新興的民宿街，你可以看到很多觀光客去那邊住宿，然後去海邊散步，還有騎腳踏車。我用這個例子來告訴大家說，其實觀光客他要的是一個比較悠閒的比較美麗的生活的環境，是這個地方才會吸引觀光客。回過頭來是我們一直在講說地方要發展嘛，對不對？因為很多人說你觀光客來這個地方，你又不來跟我買東西，你怎麼會讓我有機會這樣子？所以為什麼我們講說慢比較有機會？大概從來都不會是把車大量送進來是好事情，而是把人留在這個地方才是好事情。
不过后站交通唔利便係事實。有的蔡天義對人講，啲花蓮就應該愛分分嘅公益嘅講法，當然認同。不過老東埔未到種西埔樣嘅，整件就會較好吃。一到幾米未當義負。我也希望我們台灣的人鄉親啊，也不要把花蓮當作是你的後花園。只要我們要開發一條小馬路也好，要做什麼事情，你們都反對，我覺得對花蓮非常的不公平。拓寬道路並不會讓這個地方更繁榮，在地人沒有辦法去從這個道路拓寬上面獲得有實質的利益在。那有沒有增加就業機會？沒有啊，對啊，這些建設這些相關的事情跟信城鄉的在地的民眾沒有關係。主要原則還是局限在我們的公路拓寬的範圍內啦。那如果能夠提供一些就是我們額外能做的，對於未來這個整個發展，譬如說能夠留出一些路幅，或者是留出一些跟未來路幅能還有它空地能銜接的一個區塊哈，那我覺得我們在公路拓寬的部分很願意來去配合啦。當然最憂心就是說它沒有辦法恢復，如果我們蓋了以後後悔了，發現說它會造成很多原來我們沒有辦法預期的負面的影響，可是它是沒有辦法恢復的時候，我覺得是最憂心。1930年頭嘅批發工廠，喺由地方政府同民意代表嘅支持下，也係搶存年代為到土地證書喊忙做。不過在地嘅公民團體還係唔放棄，希望縣政府早啲改變做法，用提高大眾運輸效能來推道路批發，將每每到經濟同環境兩頭唔搭車。不過開路冇聽錯為帶動地方嘅繁榮。一路以來，西埔人因為係後山係山高路所採嘅花蓮，怕沒有一棟人動上來渡過那。